嚴明熙 Gigi 之前咧一直咧都係俾咧無線咧雪藏，其後咧就透過自己嘅能力咧成立咗一間工作室，叫鹽後嘅工作室，有4個人連埋佢自己。咁咧而家咧2026年就有一個新嘅發展，究竟係好定係壞咧？有冇着數咧？我而家同大家咧逐一分析。咁首先喺2026年嘅1月咧，就嚴明熙咧正式宣布咧，就以一個鹽後工作室嘅名義同呢個咧 Sony Music 大中華區咧作一個聯合嘅合作。強勢加盟還加盟，但係咧仍然咧維持咧鹽後工作室呢個名義咁樣嘅。咁咧連 Sony Music 嘅高層咧都讚下咧嚴明熙咧做嚴老闆。咁稍後咧亦都會咧不停有新歌，首先推出一首新歌叫《風女》，咁就係一個喺 Sony Music 入邊嘅一個發佈區度發佈咗咁樣嘅啦。咁而咧究竟咧呢個合作咧有利定係冇利咧？我哋而家再睇下。首先嚟講咧，透過 Sony Music 咧就可以咧幫Gigi 咧打入或者叫更加強大咗3地嘅地方，包括咧中港台3個地方。而咧 Gigi 咧喺呢方面咧有個自主權嘅，例如咧佢咧就可以咧即係中意，如果有需要透過感情發展拍拖啲咧係不受限制嘅。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就非常之緊要啦。咁第一，工作室仍然喺度維持翻原本嘅運作，變咗嚟講咧進可攻退可守。對 Sony Music 嚟講，有一個咁有潛質咁後生女嘅 Gigi 嚴明熙咧，對佢哋嚟講嗰邊咧 Sony Music 嚟講咧都係應該咧要多咗一員猛將。咁所以嚴格嚟講咧 Gigi 同埋 Sony Music 嘅聯成啦，或者叫合作咧，係一個雙贏一個 win-win 嘅 situation 嚟嘅，即係在我個人覺得。再加上咧嚴明熙可以咧，譬如你始終嚟講咧，透過 Sony Music 可以聯絡一啲音樂人創作啲歌咧，咁始終嚟講咧都個資源方面咧都會充分啲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我暫時睇咧呢個合作咧係有利而無一害嘅，喺我眼中睇到。咁當然啦，大家都係想Gigi好嘅啫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希望佢咧就可以咧喺有 Sony Music 嘅即係資源 back up 之下咧，可以等佢咧去專心咧去做佢嘅創作歌手，或者咧做佢自己嘅娛樂演藝事業。唔知大家又點睇咧？歡迎咧喺我呢個娛樂花生堂咧去講解分享下你哋嘅睇法。呢度咧係 YM 工作室嘅阿佬，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，記得咧做翻個訂閱，俾翻個 like share 翻出去。喺度咧再次多謝大家嘅收聽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